平安无？有。好，咱三甲做伙来串联两首圣诗。第一首诗是圣诗120首，上帝关灵，实在奥妙。咱请金段一遍。上帝关灵，实在奥妙，宇宙万物表现奇妙，独生圣囝临到世间。救罪人脱出灾难。好，咱三甲做伙来念。上帝关灵实在奥妙，救着万物表现奇妙，多是圣囝。世间拯救罪人脱出灾难，圣家真理无根不变，感恩家罪所向披肩，发现着万有上参事，为着听人献伊家己，奇妙天堂我的光明，罪过受伤，感觉心灵，主条罪人那把那情，是跟鸳鸯同苦的天，求我他多难着听主，心内我都已经受度，有种的心胸充满，先知跳出那苦那关。咱今仔日的主日是大斋节第5主日，后礼拜咱就要迎接中秋节，就是耶稣骑驴要进入耶路撒冷。伫第5个主日就是今仔日，这段时间到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以前，咱若看福音书的记载，有几个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耶稣的2个学生的妈妈，就是约翰甲雅各的妈妈，对耶稣求讨，讲你的国临到的时，我一个后生坐你的正边，一个坐你的倒边。耶稣就甲众学生讲若要恁中间若要做大的，就爱做人的妻婴；若要做头的，就爱做人的奴仆。人子来是要毋是要妻婴人，是要受妻婴，也搁要献伊的性命，互侪人得到赎。咱即个故事，互咱知影，就是耶稣当伊咧爬北要行到耶路撒冷的时，无共款的人有无共款的想法思想咧对耶稣。搁有一个故事是撒该的故事，伊爬对树仔顶，咧噩梦会当看到耶稣。迄天撒该就从树仔顶落来。接待耶稣去到伊的厝。搁有一个故事，就是巴底麦，伊青眉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讲代笔的互伊，求你医好我。耶稣就互伊的目睭得到看。当耶稣咧行入迄个耶路撒冷，要进入伊受赎的即个日子的时，咱看到这个故事，有个人为着家己的地位，为着家己
会受医治，也有忏悔伊所做的杀戒等等，这无共款的心思意念。愿咱今仔日灵牙之最后所行最后一礼拜的时间的是，咱会当来想看咱是用什款的心来跟对耶稣。下面咱要唱的这首圣诗，是379首。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我嘛主耶稣基督的受死，甲过我会当真做咱会当听主较深，会当来跟对基督主耶稣。愿我会哪听你，预备来。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为了基督听你，叫你祝福，我心喷叫我的那古为那听。为那听你，为那听你，在我去掉世间安乐的地，当我万般专心垂怜。天先地道理，那古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世间事有难过，有无烦恼，依然有主那个欢喜乐乐。我最近是无你，那古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歹势个第四站，好，咱来唱第四站吼，爱有气力吼，袂使气力衰烂吼，袂使气力衰烂吼。来，爱有气力，预备来。虽然气力虽然定是碎下，我心有我勇敢对你来行，别切基督无你，那古为那听你，我听你，我听你。准备心来再给主日礼拜。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走噶。
我要将甘心的祭祀献予你，上主啊！我要感谢乌罗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好。三甲来吟诗乌罗上帝，圣诗120首，圣诗120首，请起立。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拉多日来受苦，定是日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当找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个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62篇来应答上帝话。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着结连；既然恁甲圣神有交义，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全能的上帝，
是慈爱怜悯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听阮。虽然阮真软弱，是上帝犯罪，你犹原接纳阮，看阮做宝贝。感谢你赏赐互阮的一切，互阮的生活得到帮助。阮也为着阮每一个平安顺利的一天，拢献上感谢。阮知每一个平安平凡的一天，拢是你的保守甲满满的恩典。你也是安慰医治的神，阮感谢你，伫阮惊吓悲伤的时阵安慰阮；伫阮破病受伤的时阵陪伴医治阮，互阮心内有平安甲毋茫，赐互阮快乐。感谢你一直拢甲阮伫地。但是阮时常互足济代志甲人来影响阮甲你的关系。有时阵是伫平安顺利的时阵，袂记得所有的平凡拢是你的恩典，甚至会有足济埋怨，形成别人有诶比阮搁较济，形成别人的生活才能，形成别人互阮变甲自卑无快乐。阮却是阮若变甲别人共款就会快乐，所以阮开始追求甲别人共款的生活，却毋知阮已经陷落伫魔鬼的诡计。追求遐世俗的快乐，互阮袂记得追求你的真理。阮有时阵是太看重别人对阮的看法，互人来影响阮做的代志、阮的决定。嘛有时阵因为受到人的攻击，阮感觉生气、委屈，想要替家己伸冤。嘛因为人的缘故，失去喜乐甲平安，阮真软弱。求主你时时提醒阮，你才是阮生命的主。你对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有无同的安排。阮毋免去形成别人，阮爱每一天来算小你的恩典，追求你的真理，甲你所欢喜的生命。嘛求你帮助阮学习，凡事拢交托互你，无我靠家己的聪明，专心仰望你。在人看是无好的代志，可能有你奇妙的计划伫内底。求你帮助阮，互阮伫无法度测度人生的时阵，定睛仰望你。也求你引带阮来学习，用你的眼光去看待，甲阮有无共意见、无共看法的人，嘛求圣神引带，互阮看到家己的软弱甲缺点，嘛提醒阮，你互阮拄着的代志，无论阮看做是好还是歹，拢是你所安排。互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顺服你的旨意甲计划，互你改变。嘛互阮放下阮家己的自私甲骄傲，放下阮的重担，来跟缀你。阮知有你甲阮同行，阮去到倒做啥物代志，拢有你的引带甲保护。阮诚心摆咧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我的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新约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所以耶稣伫搬过做前6日到伯大尼，就是拉撒路所住的所在。伊是耶稣对死人中互伊顾活的，因就伫遐为着耶稣备办的饭顿。马大的师后拉撒路也是同道的一个。玛利亚就摕一捆支贵气真烟仔搭香油抹耶稣的骹，佮用家己的头毛拭伊的骹，香油的香满厝。有伊的学生一个要卖伊的，就是加利人犹大讲，啥事毋将即个膏油卖斤仔300个来互送香人啊？伊讲安尼，毋是因为伊关心伫送香人，是因为伊实察，佮管真地头摕所下的拿定。耶稣就讲，出在伊将即个留伫到我埋葬的日，因为常常有送香人甲恁伫地，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请为伊停传道讲道，题目是义无反顾的现象。今日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怜悯，互阮伫今日会当做伙主旨伫你的面前。因为你伫创世以来就跟阮，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来荣耀你、学乐你、成做你的子民。求你帮助阮、赦免阮，互阮会当真实伫你的面前明捌主你。愿主你引带阮，互阮伫即个大灾这期的时期内面，阮会当真实来思想主你的话语。阮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互主你，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仔日是大灾这期的第5个主日，咱会当做伙来思考上帝拯救的能力甲权柄。甲人的罪，因为愈来愈接近耶稣受难的日子，伫即个大灾这期中，就是咱爱不断伫上帝的恩典中来思考咱家己爱怎样来回应上帝的疼甲救赎。所以咱今日会当透过会当通过今日的经文，好好啊来思考，伫咱的生命中。咱经历恩典了后，咱怎样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今仔日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迄时是搬过节前6日的时阵，耶稣甲门徒因去到伯大尼，就是拉撒路所住的所在，也就是耶稣互拉撒路死搁活的所在。迄时门徒因并毋知影。即个大家拢感觉是一个真平常的一天，会发生啥物代志？门徒因并毋知影，耶稣伊已经开始的准备，要去完成伊的使命，就是为着疼世间所有的人，为着要拯救上帝所疼的人，红顶十字架直到死。门徒因认为即天只是一个平常的一天。只是去伯大尼遐探访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因尔。门徒因嘛感觉即平常的一天，应该无需要特别去注意啥物吧？就照平常时的方法、平常时的习惯来进行就会使啊。所以门徒因并毋知影，伫前几工的时阵，耶稣伊互拉撒路对死搁活的时。犹太人已经决定讲要甲耶稣除掉，要互耶稣死。门徒因并毋知影，即个看起来真平常的一天，是要看见上帝工作的一天。伫即天内面，有可能会当有机会看见上帝的恩典，然后会当对家己的贫惰满足中觉醒，来回应施恩的上帝以及上帝的疼。门徒因并毋知影，即天并袂当用家己的习惯甲生活来过。伫
伫即工看起来真平常的一工，有一个人煞做出一个大家拢感觉伊较会安尼做的代志。迄个人就是拿撒勒的姐姐玛利亚。伫迄个时阵，玛利亚伊个摕一斤有结贵气真的拿达香油抹耶稣的骹，佮用家己的头毛擦伊的骹，香油会芳满厝。我想，咱若是伫迄个时阵，若伫遐的话，咱可能嘛会甲文道因共款，无法度来理解讲玛利亚伊啥怎有怎样安尼行为，为啥物玛利亚要安尼做？文道因毋知影耶稣要离开的时间已经要到啊，但是有可能即个玛利亚有可能知影，所以伊较会伫即个时阵做出一件代志。毋过毋管到底玛利亚伊敢知影耶稣离开的日子一定要到啊，玛利亚伊做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伊把握机会去感谢、去服侍。玛利亚伊甲即个价值有300个银仔的拿达香油倒伫耶稣的骹。迄个时阵，因一工啊，若是做头路的话，因工作会当趁的，就是这一个银仔。这一个银仔是因当时的一工的工钱，所以若是300个银仔的话，就是因一年的工钱。若是对咱现在来讲，咱想看卖啊，咱若是有一年的工钱的话，咱会起来做啥物？有可能咱会起来买咱想要买的物件，也是去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去耍啊，去佚佗，等等拢有可能。所以伫迄个时阵，其他的人看见玛利亚即个行为的时阵，因的反应是无理解，因认为既然即个物件遐尔有价值，较会无爱甲即个有价值的香油摕去卖咧。所以犹大就讲，啥事毋将即个膏油卖银仔300个来互送香人啊？所以其实犹大伊所讲的，摕去甲遮个钱摕去帮咱遐个送香的人，是一个真好的善事。耶稣平常嘛是安尼教示门徒爱帮助需要的人，只不过经文讲着犹大伊安尼毋是真正为着遐送香的人所讲的，经文讲着伊是为着伊家己。伊讲安尼毋是因为伊关心伫遐送香的人，是因为伊是贼，过管真地偷摕所的拿定。不过其实可能不只是犹大有安尼想尔，伫迄个时阵其他的门徒因嘛有可能有安尼的想法。门徒因照因家己平常时的习惯，佮有想法来反应，因无发觉生命中真正上重要的恩典甲源头，因只有感觉玛利亚会安尼做，真可惜，真浪费。因感觉明明佮较好的办法会当合上帝耶稣的教示啊，所以门徒因个责备玛利亚的行为，无支持玛利亚的做法。玛利亚伊到底为虾米要安尼做呢？对玛利亚来讲，伊看见生命中的恩典甲宝贵的时阵，伊的心内所想的是感激甲珍惜，所以感觉伊家己会当做的，就是义无反顾的献上。玛利亚伊用即个香油来表达伊的感谢。伊为虾米要安尼做咧？有可能是因为前无偌久的时阵，耶稣互伊的兄弟拿撒勒对死搁活，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情！用这300个银仔所买的即个香油来表达即个感激，其实是非常的合理的。咱若是伫咱的生命中遇到一大的困难，有一个人帮助咱，互咱有真大的恩情的话，咱是毋是嘛会有可能甲玛利亚有共款的想法甲方法？咱会去想看卖啊，咱到底有安怎会当好好啊报答迄个人的恩情？不过嘛有可能是因为
耶稣甲即个家庭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所以用即罐遐尔啊贵重的香油来表现出来即个关系的亲密。除了即两个原因以外，也有可能是玛利亚伊其实有感觉到，有可能耶稣伊一定要行伊生命中最后的一程。无论是对一个理由，也有可能即三个理由拢有。不过是耶稣伊家己甲玛利亚的行为，甲耶稣伊的死连结做伙。耶稣伊讲，出在伊将即个老嘞到我埋葬的日，因为常常有送香的人甲恁伫咧，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咧。所以耶稣并无责备玛利亚，反倒是支持玛利亚的做法。玛利亚有可能知影，也可能毋知影耶稣伊要离开的日子已经要到啊。不过伊到底知影也是毋知影，其实嘛毋是真正遮尔啊重要。玛利亚伊义无反顾的献上，伊所做的意义甲所带出来的影响是超过伊所想的，超过伊所理解的。可能当耶稣死了后，互埋葬的迄日。遐个门徒若是自即个时阵，若看见玛利亚，会甲玛利亚讲：玛利亚，当时你所做的确是对的。无论门徒因尾啊，怎样用偌济的香油甲礼物，也无法度耶稣搁表达因的感谢甲怀念。门徒因无掠着迄个机会，当耶稣搁活了后，门徒因若是自即个时阵。若是玛利亚嘛在场的话，门徒有可能会欣赏的甲玛利亚讲：玛利亚，你其实是对的。阮应该拢爱学玛利亚你共款，将阮上珍惜的物件献互耶稣。所以伫早期，圣徒因自即个时阵，因拢会纪念即个真正属灵的人，就是玛利亚。伫马可福音书中。即段经文也有讲到耶稣对门徒讲：我实在甲恁讲，普天的无论什物所在传福音，也要讲起即个富人人所行来纪念伊。因为玛利亚伊伫对的代志中，伊义无反顾的献上伊的所有。所以当伊安尼做的时阵，所有的人除了耶稣以外，并无理解伊甚至是责备伊。所以咱若是看见咱生命中的恩典的时阵，看见上帝的怜悯甲作为的时阵，咱应该爱亲像玛利亚共款，充满感谢甲珍惜的心，把握机会献上咱家己的所有去回应上帝的恩典。玛利亚伊无完全知影，但是伊只有知影。爱献上伊家己感觉上好的，所以伊义无反顾的献上。伫耶稣封闭的迄暝，伊知影伊离开的时阵已经到啊。伊疼世上属伊的人，搁疼到底，就亲像玛利亚用别人无法度理解的行动来表达迄个超过人计算的疼。耶稣迄时帮门徒洗骹。玛利亚伊用头毛拭耶稣的骹，耶稣伊用下腰的布拭门徒的骹。玛利亚伊用迄个贵重的香油表达伊对耶稣的疼，耶稣伊用家己的性命表达伊对门徒的疼。犹大伊责备玛利亚的行动。彼得伫迄时拒绝耶稣替伊洗骹，只有伫耶稣封顶十字架了后，门徒因较后悔、较体会、较发觉恩典对因的身边经过的时阵，因既然搁咧计较、搁咧计算因的生活，咱毋知影未来、将来会发生什物款的代志，所以咱会当。时刻来感谢、珍惜，会当珍惜的时阵，咱就应该爱把握机会去回应、去服侍。耶稣用玛利亚的行为提醒门徒，玛利亚的态度才是对的。
玛利亚就算讲毋知影家己安尼做的意义所带出来的影响，但是因为伊的态度确实合耶稣的教示，玛利亚掠着迄个机会去回应恩典。咱若是咧思想即段经文的时阵，咱会当甲咱家己也想象，咱教遐文道，佮有耶稣做伙伫伯大尼同坐倒。当咱来看见玛利亚将遐尔啊贵重的香油，可能是用伊一世人所趁所欠起来的钱所买迄个香油，伊完全甲伊倒出来挂伫耶稣的骹。咱敢会亲像犹大共款，佮有遐文道共款，无理解玛利亚的做法，即位玛利亚咧，也是咱认为比起玛利亚的做法有更加较好的方法咧，也是咱有可能会亲像玛利亚共款，咱看见恩典了后，咱甲玛利亚共款嘛支持玛利亚的做法，咱完全的去付出。咱拢信主，咱嘛拢有来教会做礼拜，咱嘛拢有咧服侍，咱嘛拢有咧奉献互上帝。咱嘛按照咱家己有能力的方法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不过，可能咱会拄着一寡人，因可能亲像玛利亚共款，一寡兄弟姊妹，因义无反顾的献上到一个互咱感觉真奇怪、伤过斗直爸爸，互咱无法度理解因是安怎要做到迄种程度。有时咱会拄着即款人，也是咱其实是迄个其中迄个人，甲玛利亚共款的迄个人。你献上，你付出，其他的人因煞无法度明白，无法度理解你是安怎要做到即个程度，所以你有可能就开始怀疑你家己所献上的是毋是伤过超过。有可能咱身边的人因所讲的毋是无道理，其实就亲像犹大甲文道因所讲的也毋是无道理。即卡咱周围有真侪需要帮咱送向的人，咱有咱家己教伊的方法，但是咱嘛袂当因为安尼，咱就去别人的做法无共款的时阵，咱就去批评别人，也是去骂别人讲啊，别人你安尼做法是毋对的。咱拢是活伫一个应该爱有效率、有合宜、爱适当的一个世界中。无遮的规矩甲计算，咱可能其实嘛真歹生活。咱必须爱去考虑遐个代志无毋对。毋过上重要的是，咱安尼会做，毋过上重要的并毋是咱安尼的做法到底敢有对，安尼的意见到底敢有对。上重要的是咱的生活的态度，咱是毋是真正有看见咱生命中上宝贵的物件？是毋是有看见恩典？当咱若是看见恩典的时阵，咱就无搁伫遐咧计较，咱就会义无反顾的献上咱的所有。咱每一个人拢无共款，咱每一个人嘛拢有咱家己会当做的代志。圣经新约有27卷，其中有10几卷的批信是保罗所写的。当保罗所写的时阵，伊并无想着讲，这个批信尾啊会成做咱即马所读的新约圣经的一部分。保罗伊所写的时阵，伊嘛只是看见上帝的恩典，只是看见教会的需要。伊看见的只是遐伊所听的兄弟姊妹所面对的问题甲困难。保罗伊将伊家己的性命义无反顾的献上去传福音，为教会，佮有家己所明白的遐兄弟姊妹，甚至是一寡无明白的信徒甲教会来祈祷，佮亲像玛利亚共款。当玛利亚将伊香油倒伫耶稣的骹，伊并毋知影，伊嘛无清楚这是有啥物意义甲有啥物款的意思，伊只是想要表达出伊对耶稣的疼。保罗伊写遮个批信的时阵嘛，只是因为上帝伊疼遮个教会，疼遮个兄弟姊妹，所以因嘛共款疼因。当咱人看见恩典的时阵，义无反顾的献上咱的所有，
甲咱家己上好诶拢献上诶时阵，上帝若是来使用，是会超过咱所求所想诶。咱每一个人拢伫无共款诶处境中，有无共款诶温事，有无共款诶职位，有无共款诶责任。但是咱拢会当成做上帝诶器皿，只要咱愿意全然诶、完全诶献上，义无反顾诶将咱家己诶性命献互上帝。当上帝要使用咱诶时阵，迄个影响是会超过咱所求所想诶。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会当成做一个时常感谢、珍惜诶人，莫放弃机会，爱把握机会，甲咱家己诶性命义无反顾诶献上伫上帝面前，互上帝来使用咱，带领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上帝啊，阮感谢你，因为你透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为阮定是一个死，埋葬。第三日，搁我上天，互阮有安尼稳定，互阮会当得到安尼拯救，互阮的性命无搁惊吓。阮知是因为你的稳定、怜悯、疼痛，互阮伫今日会当做伙组织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学到你，来献上阮的一切，来服侍你。祝愿你帮助阮每一个人，互阮真实会当学习玛利亚伫你的面前，义无反顾的献上。我嘛将阮家己感觉上珍惜的献上伫你的面前。愿你个使用阮每一个人，成做你的器皿，嘛帮助阮真实伫你的面前。互阮会当明捌主你的稳定的时，阮就献上阮的感谢。愿主你帮助阮每一个人会当成做一个时常感谢、珍惜的人，把握每一个会当伫你的面前献上阮性命的机会，互主你真实来使用阮，带领阮。阮将咱的一切拢交托互主你，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做伙来读今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腓立比书第3章第8节。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腓立比书3章第8节。三甲来金丝回应上帝话，圣诗379首，圣诗379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赖宜家执事、王恩兴执事、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咱较等请高祖安长老来负责报告。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中止订正。抽检聚会甲后礼拜信共释放者，请家己看。大家平安。宣告做定4月20，国外节日项礼拜了后，11点到2点要伫教会1楼到2楼吼举办园游会。咱主题是松山150加喜乐嘉年华吼。迄天咱有15个摊位，因为150周年嘛，咱有15个摊位吼。有食的，有耍的，有手作的，有唱的，有福音性质，所以真丰富吼。不过咱是爱凭券吼，就是顶管这券去各个摊位去享用吼。所以今日礼拜了后，咱伫1楼会使去领吼，因为要登记，所以会花一点时间。不过我们可以带家人领。今天如果来不及等没关系，咱后礼拜吼，你来的时阵嘛会使领，结束嘛会使领吼。所以咱这礼拜到下礼拜拢会使领吼。会有领一张免费吼，因为我们15个摊位有那么丰盛吼，需要凭券。如果你要邀请亲朋好友，咱一张是100块吼，所以你会使想讲，你邀请啥？100块嘛真俗吼。所以欢迎这个咱咧国外这个特别的日子吼，咱做伙来庆祝咱150周年上山教吼，互咱彼此国际的交流甲互动吼，互咱诚做一个好有听、好有喜乐的教会吼。这中间吼，咱有一个摊位叫做免费市集吼。这个会当互大家来摕物件
免费拿东西，也可以自由捐献。不过这个费是作废的费，不是说免费作废费。那作废费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的心中，你觉得你已经用不到它，因为在你的心中它已经没有那个重要性的东西的全新或者是80%新。我们不要太老旧的，全修80%新的东西，你都可以拿到教会。我们到时候那个摊位，我们就可以让人家拿，可以免费哦，也可以自由捐献。好，所以我们就是当中有一个摊位是这样，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家里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拿到教会2楼，我这边来做收集。好，所以修蛋1毫就可以发园游券，好，可以代理丁晚的园游券。好，报告到家，多谢。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好，咱即时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周高登兰女士，欢迎。好，欢迎你。好，即时咱嘛请社青来报告，互因为着咱全教会设计一个健康的活动。好，咱即时请玉人来报告。大家平安。我是社青的同工我的台语无啥够好，所以我用华语来说那个大家都知道信仰对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非常的重要。但除了信仰以外，其实身体的健康也很重要。因为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去追求那个信仰。所以呢，教会作为就是大家就是心灵成长的地方以外，我们认为身体的健康也很重要，我们要一起追求身心灵的健康。所以今年度我们社青呢，就是跟我们教会合作，我们要来共同推行我们整年度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计划那就让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好，那今年度我们会有2个主要的方式来进行第一个是健康乐无穷。什么是健康乐无穷？就是我们每个月会有一个几点的活动。那这个几点活动，我们可能会是从日常很简单的走路喝水这种很简单的事情来进行。那鼓励大家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去完成它，来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另外一个就是松山动一动，就是我们可能会在某一个礼拜的第2场礼拜结束后，我们会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留下来，我们一起全教会一起去做一些健康活动，像是健走爬山这种。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彼此交流，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好，那先介绍一下第一个集点活动那这个集点活动就是我们每个月呢会有一个集点的一个活动。那参加方式很简单，就是呢我们每个礼拜走路的部分，你只要每一天走路步行的那个步数有达到6000步。如果是年纪比较轻的12岁以下，或是年长者55岁以上你只要有3000步，你只要有达成每一天达成就是1点。那如果你这个礼拜你只要有运动，你当天有运动满30分钟也是1点。如果你每天喝水有达到体重的乘以30，例如我75公斤好了，我75公斤，那如果我有达到2150cc， 那我就算是获得1点。这个集点有什么用呢？就是这个集点我们每个礼拜会用一个，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官方的 LINE， 你可以回报给我们，或是我们在教会底下会有一个登记的地方。你每个礼拜有达成几点，你就告诉我们。我们会去统计那个点数。到了年末的时候呢，我们会去颁奖。我们会给那些有达成那个我们目标的这些兄弟姐妹们，我们都会准备一个小礼物。前3名我们会有特别的一个精美的礼物这样子。然后就是鼓励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去努力去达成你应该完成的步数喝水量然后鼓励你去每天都可以去运动这样子。再来第2个是我们会举办那种就是礼拜结束后，我们会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们留下来一起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那第一个活动是我们在4月27，就是这个月月底4月27，2场礼拜结束后。我们会有一个全教会的一个健走活动。那我们预计会是第2场礼拜结束后12点半统一从教会出发。那我们走的路线也很简单，我们就是走河滨公园、
从彩虹桥一路走到我们那个迎风狗公园，就是在国道1号桥下那边而已。好，差不多3到4公里而已。那走过去，我们大概40到50分钟就会结束。那这个活动我们会帮大家准备午餐，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我们来全教会来一个大合照，那就是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那天可以空下来，然后在礼拜结束后，我们一起去走这个健走活动。我们报名时间就会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月20。那我们会到时候会请关怀组这边协助我们一起统计一下我们有多少人，因为我们要备那个午餐。同样如果你有来参加这个活动，也会列入我们这一次这个集点活动的点数。我们会到时候在那个年末的时候就会准备精美的礼物给你们。好，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说嘛，就是我们除了因操练有身体是有益处的嘛，但金钱方面各方面都会有益。它有现与未来的生命的应许，这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有写到的。除了我们在在信仰上面我们要敬虔以外，我们还要懂得去操练的身体，因为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余力去追求心灵上的一个成长。所以就希望今年度大家就是只要我们社青有举办跟健康有关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尽量来参与这样子。好，谢谢大家。好，咱4月20号、27号这个活动望咱兄弟姊妹会当踊跃来参加，互咱会当伫身躯，也是伫教会兄弟姊妹的感情顶面咱会当更较会当增进咱的感情所以请咱踊跃来参加。好，这时咱来祈祷，咱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来祈祷。互咱特别为着缅甸来祈祷，互咱看见即个地动已经一礼拜外，但是救援的工课犹原有真大的落后，互咱恳求主帮咱。咱嘛为着在地的宣教师，特别是咱关心的广福牧师因夫妇伫遐所做的一切来祈祷。咱伫后礼拜咱会放一个影片，互咱来看。互咱嘛为着台湾来祈祷，互咱受到中国的威胁，咱恳求主帮咱，也互咱伫面对即个经济方面的冲突的时，咱嘛会当真稳定，会当持守来行咱头前的道路。咱嘛为着更长的时间继续祈祷，为着大院的机体带明宪长老，互伊即时到普通病房，咱嘛为着伊祈祷，为着陈其雄长老，咱嘛为着身躯欠满咧处理疗养的公基姐、金芬姐、郭元兄。赵明兄、雨婷、佑春姐、林水长老、方梅姐、亲友兄、丁友兄、民主姐、阿卡姐、俊成兄、怡丽、素梅姐、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互咱开喙为着这个事，为着这个集体，咱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愿伫渐渐来进入受难的这个过程，主愿恳求你时刻提醒阮，主愿活伫即个世间，除了享受对你来福气以外，阮也要承担完整人类的这个苦楚。主特别，阮看见伫世界有真侪所在，犹原伫战争，也是天灾，也是人祸的中间，伫受苦的这个同胞。主，阮恳求你，虽然阮无法度去到因的中间，总是阮会祈祷会当透到你的面前。主，恳求你的怜悯，主帮咱，互世界伫受苦的这个人，会当早一日来得到解脱。主，阮要为着缅甸、为着乌克兰地区的这个民众来祈祷，为着伫真侪天灾受苦的人来祈祷，恳求主你的怜悯。也差派世界侪帮咱去到遐个所在。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伫面对威胁，伫面对经济顶面的遐尼大的冲突。主，阮恳求你，互阮徛在下条，也帮助阮会当时刻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阮嘛要为着阮的宣教师来祈祷，为着遮伫灾区赈灾，才宣教师祈祷，恳求你享受因气力，
特别伫现主时，真侪所在买袂着物资，也是救援也未进入的遮个所在。恳求主帮咱，互宣教师会当真做是一个安定人的心的快乐。互因所传的福音，也伫即时也缀因所分的物资，会当去到人的中间。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主你帮助阮的教会，互兄弟姊妹会当知主你的时得要到，阮着爱警醒，阮着爱及时会当掠掉，阮也会当把握的机会。阮不但认罪悔改，阮也爱会记伫时刻伫主你的面前坚调伫主你。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时刻也为着阮的肢体来祈祷。阮要为着伫大院的蔡明宪长老、陈其雄长老祈祷，恳求主你保守这两位长老，互因伫年老衰老的时，会当内心有主你的快乐，甲因同在。也做伫处理疗养兄弟姊妹，也恳求主你赏赐快乐，帮助因。互因伫久长的病痛中间，也永远有保持对你的信心。互因无惊吓，也互因知上帝你有上好的带领甲安排。主，阮也要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带领阮，互阮时刻会当跟缀你，互阮伫即个乱世，阮也会当来跟缀你，互阮无因为即个乱世会惊吓，阮缀伫惊吓，互阮知阮所信靠的主是永远袂改变的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圣诗第395首，圣诗第395首。吟诗了后，听陈牧师作导，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